新德县的北部乡最近出现20多只高山仔，伫遐咧破坏农作物，而且规大阵高山仔伫遐乱扫，是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。高山仔伫树林内底跳来跳去，骹手实在真溜咧。新德县北部乡最近有真侪高山仔破坏农作物，唔但偷食菜蔬，而且高山仔的数量愈来愈多。最大的有20斤哦。农作物的橘子，它都把它吃光嘛。有农田嘛，种一些蔬菜啊、水果啊，那会到他家里附近觅食，这样子也是会不厌其烦啦。高山仔出现的地点，离上近的社区只有500公尺。村长提醒民众，但是当地的时阵，千万唔通摕物件甲吃。应该是觅食，他也会有时候他还会应该躲着人家，但是太多的时候。他就比较不怕人了。以现行来说，林务局这边有猕猴电网的补助，那针对的是农友这边种果树、蔬菜、花卉，如果有受到台湾猕猴的危害的话，他可以申请电网的一个补助，在不伤害猕猴的情况下，就是把它用电木器跟电网围起来，避免猕猴的侵扰。村长讲，过去拢是我山区才看会到高山仔，即摆规定出现伫山骹，无排除是因为来找食的物件。虽然目前并无攻击人的行为，不过嘛提醒民众要特别小心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